新竹市南寮大道的防备线是真高，严重的时阵需要机具来清理。不过，立委表示讲，新竹市政府最近拢会要求消防警员就要摕扫帚来扫这个南寮大道的防备线。这期新竹市政府根本就不得咧尊重消防的专业。 新竹市南寮大道因为常常有防备线，还有号志提醒驾驶爱注意。不过时代力量指出，最近有消防警员互人要求摕扫帚来扫防备线，这是无尊重专业，而且造成消防警员的过劳情形更加严重。消防是来救灾救人的，如果有太多这种不必要以外的业务，分散了他们的时间精力，那在面对这个重要火场紧急的判断的时候， 这样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先紧急的清出一条安全的一个道路，公务处的工作人员也到达现场，机具也到达现场来做处理。那我们就交给公务处。内政部消防署表示，会对这摆事件再进行了解和调查。另外，时代力量表示，新竹市是目前唯一甲掠芳掠抓业务交予消防警员执行的县市，别个县市拢转到其他专门单位。消防署表示，各县市这业务目前等咧豆豆转予其他机关。他还是要看各个县市的不同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进度。以我们新北市为例，过去当然数万件，到现在减到数百件。 甚至到1000件。消防署表示，新竹市完成业务转移的详细时间，搁要做确认，嘛强调维护消防警员的权益，甲保持消防救灾专业的方向，目前正在拍拼。记者郭文俊、君豪、张水新竹台北报道。